煲蓮藕湯啊，切好用鹽水浸一陣。Hello， 又係湯水時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花生眉豆雞腳湯，有理氣通乳健脾。先睇下啲材料，有眉豆、花生、雞腳、蓮藕、瘦肉、紅棗少許。紅棗我最尾先加落去嘅，有冇都冇所謂。花生眉豆首先洗乾淨，浸咗佢先，大概浸半個鐘。如果有時間可以浸耐少少。花生有健脾和胃、潤肺化痰、理氣通乳。眉豆同花生好夾，眉豆健脾和胃，除濕止瀉，去暑解渴。呢啲材料好普通，家庭湯水。買定啲乾貨擺度，隨時可以有湯飲，隨時執嚟煲湯冇所謂㗎。呢啲乾貨，你哋好嘛？今日煲咗湯未啊？我係 Lina， 祝你哋有個愉快嘅一日。呢啲嘢全部洗乾淨，準備先。雞腳要去腳尖，花生眉豆瀝乾水分備用。雞腳豬展或者瘦肉飛水備用，飛鹽水記得洗乾淨。蓮藕洗乾淨，去表面要浸皮。切開一段段，一塊塊細細塊，容易食。然之後用啲鹽水浸咗佢，裏邊好污糟嘅，有時啲窿啊仲藏咗好多泥。我大概煲2至3個鐘，煲至啲花生腍，同埋啲湯轉咗顏色啦，啡啡地、濃濃地，咁啖湯先有湯味㗎。好啦，睇片好快，啖湯煲好啦。煲湯係咪好快呢？好容易煲呢。最緊要啲材料夠，同埋時間火候控制得到。好啦，呢個視頻到呢度為止，好多謝大家收看。好睇嘅、啱睇嘅，請多多支持，俾個 like。未訂閱嘅你唔好放過我啦，有時間請幫忙分享出去。好啦，再見，下一片見，拜拜。